12月19日，今天的读经让我们看见天主如何在人的不可能中悄悄展开他的救恩计划。无论是民长记中的三松，或是福音中的洗者若翰，他们的诞生都不是人的安排，而是天主主动的拣选与恩赐。天主提醒我们，使命不是从能力开始，而是从奉献开始。从母胎起就属于天主的生命，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拯救，为了预备道路。撒加利亚因理性而迟疑，却也在沉默中学习信赖，因为天主的话不因人的怀疑而失效，却必在他的时候实现。今天，天主也邀请我们，在等待中学会相信，在沉默中让他的计划慢慢成型。